这时，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是记载伫新约的路加13章，咱要对第6节来看到第9节。伫和合本白话面、白话字是伫84页，其他的版本，请咱来看进步。路加13章第6节到第9节，遮安尼讲，伊就说一个譬如讲，某人有一丛无花果树栽伫伊的葡萄园里。就来迄丛找果子，找无，才对管园的讲：你看，我连3年来对这丛无花果树找果子，找无，就甲伊撮起来，请示互伊约定所在。第8节，因为讲主啊，今年请阁容允伊，听候我四围掘松应肥，后来若结果子就好。若无，你才甲伊撮起来。以上，这是要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。今仔日的题目是无花果树的异象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慈悲听当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带领，阮平安健健2021年，阮进入到2022年，阮恳求主你保守甲看顾。今仔日是2022年的1月初1，阮将一年的开始，阮奉献伫主你的面前。我们恳求主，你成做阮生命的主人，掌管阮的生命，带领阮头前要行路站。但阮今仔日也真欢喜，阮要甲主三甲来坐倒，要搁一摆来领受纪念主你的恩典伫阮的身上。恳求主你。想使阮每一个人拢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心来领受你的话语，想使阮有属灵的智慧，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。我来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虽然是元旦，但是咱伫遮要甲咱讲，咱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请咱互相请安，互相来关心，来。好，咱伫2022年的头一天，咱就到伫主的面前，伫遮要用敬拜来开始咱新的一年。我相信咱是真做一个受祝福、有恩典满满的这个上帝囝儿，上帝一定要祝福伫咱的身上。那昨伫这个所在，咱有举行2021年的跨年，要到进入到2022年。即个祈祷会，咱伫遮要透过3个听书，头一个咱就是为着2021年，咱的即个认罪，就是咱有做无下伫上帝心意的，咱无应跟上帝无离的人的部分，咱伫这所在来求主怜悯，来认咱的罪，然后咱就进入到第2，就是会当领受迄个感恩，为着咱伫过去2021年，咱有上帝真侪即个恩典伫咱的身上，虽然咱拢有一不如意，有遇到即个困难的所在，但是咱依然有上帝恩典满满伫咱身上，所以咱用进入到感恩，最后咱带着望进入到咱新的一年的即个开始。我相信咱来参与的人，拢经过即个听书，中间伫认罪的时阵，我来将感觉咱真无会当下伫上帝心意，还是咱求主要帮助咱，即无好的物件，咱个写伫一张纸顶头，咱真虔诚祈祷了，咱就带到伫台前，咱用一个碎纸机甲碎掉去。主要甲咱讲，伊是怜悯的主，伊是公义的主。咱若认伫咱的面前，伫上帝面前认伊的罪，认咱的罪的时阵，伊就要赦免咱，伊就无再纪念咱遮的无好的部分。所以咱用这个代表，互咱进入到一新的一年。咱无参与伫即个跨年祈祷会人，我毋知你伫厝里的时，你安怎经过2021年，进入到伫2022年。我相信伫新的一年开始的时，是咱真望应该要有一个重新的思考。咱伫上帝面前，咱经过一年是安怎，然后进入到新的一年是安怎。今日我用这个圣的在身，互咱为另外一个方面要来思考。头一个问题要来问讲，咱的成长，咱的生命，就哪亲像一丛这树啊共款，植物、植物共款。你认为你是倒一种的这种树啊？为什么？
有人可能认为讲，伊是即个香柏树、柏香树、柏香树，迄是大丛，佮直直的，是古早时以色列人咧起圣殿的因所用的即种树。表示讲，迄个树是真大丛、真直佮真勇。你啥物亲像安尼讲，我的性命就是遮尔丰盛，我的性命就是安尼真有力的。啊，是有人敢若讲，伊的树敢若即个榕树共款。榕树的形是迄个伊的性命力非常的强的，伊的即个须，伊的即个根啊，为咱老了，佮摸着土以后，伊就开始伫迄所在发出来，伊就佮另外生一丛出来。你的性命是啥物？参像榕树共款，榕树共款，伊非常性命非常丰富的咧。啊，是有人认为讲，伊的性命毋是参像树啊，伊是哪参像一个果子树啊？果子树啊，就是伊的责任就是要生果子出来。我要生侪果子，即个果子免啦，要互我的主人，要互买的人拢会当享受。我迄个搁甜搁真好的即个果子伫，你的生命是啥物参像即个果子树？啊，是有人认为讲，我嘛毋是果子树，我嘛毋是大樟树，但是我敢若参像迄个花共款。我要带来互即个世间一个真水的即种，我生了真水的即个花伫。不管你是倒一种，你认为你家己认为讲，你的性命哪参像倒一种的植物伫咧？为什么你安尼认定？但是咱来为圣经来看的是，上帝看伊的百姓到底是如何。伫即个以赛亚书第5章的第7节，底下讲，因为万军的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伊所欢喜的树就是犹大人。直接咱讲的就是讲，耶和华上帝看以色列人诚做伊的葡萄园，伊就是甲这以色列人国家，不是做是伊的葡萄园。然后看迄内底树啊，就是迄犹太人伫咧，犹大人伫咧。所以直接甲咱讲，上帝是用葡萄园来形容伊所听的即个国家以色列家，然后用葡萄树伫遐咧讲以色列的遮个人伫咧。咱今日所看的是无花果树，无花果树甲即个葡萄园。葡萄树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同款的重要。咱即摆伫圣经中间，咱若要查到一个字，真容易，咱电脑拍者就知影。你个电脑甲拍这无花果树的落去的时，你会当看见为创世纪就开始讲到无花果树，到启示录，圣经的最后一本嘛，搁咧讲到无花果树，拢总有39摆摕到即个无花果树，葡萄树摕到这60摆伫咧。所以无花果树甲葡萄树是伫即个。耶路撒冷即个巴黎斯廷迄个所在真普遍的一种即种植物伫咧，所以因真容易咧披露的时，用即两项树的时，因遮人就当真明白到底咧讲的意思是啥。无花果树上时伊也是一个大丛，会当毋是真大丛，但是会当伫伊的下面，伫迄所在纳凉，伫遐来开讲，伫遐来做团契的一个所在。像是无花果呢，也是一个真有营养的一种果子伫咧。咱可能有真侪人毋捌看见即个无花果到底是啥物，然后去圣地的人大部分拢会去，若是会去食到即个新鲜的即种无花果，还是用若无就是食到迄个已经干燥过即个无花果饼。较咱用即个图，互人知，互咱来看讲无花果到底是生到安怎？今仔日即个圣经在中间讲到即个无花果树的时阵。伫这个所在，伊的披露到底有啥物意思伫？当伫一个新的年的一个开始的时阵，咱要对顶头来领受的到底是啥？我邀请伫这所在，咱做来读拄则，咱属内人甲咱读的即个圣经节，咱家己来读的时，咱的记忆更较好。咱做来读来，伊就说一个披露讲，某人有一丛无花果树，栽伫伊的葡萄园内。就来迄丛找果子，找无。你看，我连3年来对即丛无花果树找果子，找无，就甲伊撮起来，写书互伊也定所在。因伊讲，主啊，今年请阁容允伊，听候我视为骨伤。应为后来若结果机制就好，若无你才甲伊撮起来。即只咱
较咱会解说到，即中间有真侪，虽然短短的即圣诞节，但是对咱有真大的即种启示伫。头先咱们来看讲无花果树，无花果树伊的特色伫咧，伊的特色就是伊四季拢总会开花，也会果子，但是咱看袂到花，所以才叫做无花果树。所以伊的花是生于内底入去，咱若看到因就已经看到是一个果子。伊若有叶，就一定有果子；叶若大叶，果子就大；叶若细，果子就细。所以，这个主人才会讲，伊内心会看无，伊也无讲这到底是春天、夏天倒是天，伊内心就无看到。所以，伫遮是讲，这主人应该随时就会当来这所在来观看这个无花果伫咧无。但是，伫咱的有关这个无花果的时，还是有关这个。要种植的时，伫《申命记》的22章的第9节所在，伫遐有讲到讲，《申命记》22章第9节讲，毋通用两样的果子压伫你的葡萄园，行了做一个无去，就是你所压的果子结实的，甲你的葡萄树结实的，拢无通私己用，拢袂当家己用的意思。华语版讲爱充公。看足侪遮个主解释是讲，为什么遮个两项伫一个园内底是两种种子伫遐压起来是？为什么爱充公？拢总无解释伫咧。但是有真侪人无共款的解释，内底一个解释，我感觉更较清楚就是讲，因伫迄个以色列人进到伫迦南地时，是进到伫一个无共款信用的所在。所以，这哪参就咧甲因讲，你已经进入到毋是完全葡萄园，你是葡萄园，但是你毋是到葡萄园。你是葡萄树，但是毋是到葡萄园的所在，内底有真侪无共款的即个经济伫咧，所以应该毋是一个真单纯的环境伫咧，所以恁得警醒伫咧。那参与是咧讲安尼，互咱对今仔日的即圣经在底下来讲是，就是讲咱若注意看即圣经在底下讲，伊是一丛无花果树栽伫葡萄园内底。耶稣讲这譬如实际有意义伫咧。伊毋是讲有一丛无花果树，然后主人去看无安怎，比如佫特别讲，伊是栽伫即个葡萄园内底。但是伫迄个时阵，耶稣嘛知影讲，因旧约中间有即种规定的，讲即个园内底是毋通有两种的无共款的即种经济的。耶稣嘛要做一个譬如，讲一个麦啊，佫一个稗子，共款伫迄个所在的生长起来，要安怎会互相影响？但是麦甲挽掉无，挽掉佫伊惊影响，等大长成再来挽。甲咱讲的是讲，咱即摆今仔日所看，圣经在讲即无花果树是伫即个葡萄园内底是一个无单纯的所在，无应该伫迄个所在生长的。啊，跟咱咧现实的生活咧讲，咱生活伫一个毋是真单纯的。以色列人伫即个巴黎书店所在，毋是单纯拢总以色列人，有真侪甲咱迄当地即种文化、当地即种信仰咧影响着伊，所以其实要提醒讲，咱着要谨慎，咱着要警醒一点，要看咱的表现到底是如何。刷落所在，我来看，互咱来看四个图，来看咱这无花果树是啥物。即一样咧上伊所翕迄丛，就是无花果树。然后咱看伊较近来看因，迄个伊的叶啊，甲伊的即个无花果伫咧，即个是还未成熟的即种无花果，见啊，迄就是伊的叶啊，即就是伊已经熟起来红的即个无花果伫咧。你若甲破开来看的时阵，就是亲像安尼。所以其实伊的花是敢若生伫内底，然后就诚做迄个咱看的经济共款，然后甲包掉伫咧。无花果伫以色列迄个所在是非常普遍的一项物件。耶稣用即个譬如伫遐咧讲，今仔甲咱讲，伊主人去到迄个所在时，伊看无连续3年，拢看无即个树啊有即个果子伫迄个所在。到底背后意义要甲咱讲啥物？咱先来了解即个无花果树呢，其实是人类内底第一个使用。第一个要摕到，啊，搁伫遐使用的即种果子树啊，伫。当亚当甲夏娃因犯罪的时阵，伊失去上帝即个阳光，因伫迄个头一项代志发现就是讲，家己是褪捌体，无穿衫的，因就感觉真见笑，见笑要安怎？迄阵也无衫，也无种纺织的咧啊，因就去挽即个无花果树的叶啊，甲编做是一个裙，伫迄所在甲压嵌伫咧。咱虽然看去头一个无花果树。
头一个树去摕着是无花果树，那亲像是一个真负面的，讲是人用来咧压看人的一种犯罪，人会见效的即个部分。但至少伊是头一项对即个人类有即个帮助，发现伊的即个功效的即种树啊伫咧。但是主人却看袂到伊的果子伫咧。就是咱头前看第二个无花果树，其实伫即个摩西时代的时阵，伊就伫遐有讲，伫即《申命记》第8章的第70到第9节，伫迄个所在咧讲伊，摩西向伊的百姓伫遐咧讲，耶和华你的上帝带你入迄个水的地，迄个地有溪、有水泉、有深渊，对山谷甲山流出来，是出产小麦、大麦，一直过来到葡萄树、甲无花果树。所以无花果树是指即个上帝所应允的迄个所在的一个象征物。大摆咧讲到祝福是拢讲到葡萄树甲即个无花果树，但是主人伫迄个所在却无看见即个无花果树应该有的即个果子伫咧，就哪亲像失去上帝本来美好的祝福伫咧。迄个美好的祝福甲即个安乐的即个生活，哪敢亲像是无去？佮看无花果树，嘛是一个安然徛起，一个真好的团契的即种象征伫咧。伫列王记第上卷第4章25节，伫遐讲所罗门王活地日，犹太人甲以色列人拢安然徛起，逐人伫伊的葡萄园骹甲无花果树骹。伫遐安然徛起，讲的是一个真安然徛起的这种象征伫咧。免咱会当安然徛起，因拢伫葡萄园，伫即个无花果树下面，伫迄所在，伫遐来开讲，伫迄个来联谊共款，即就是安然徛起的象征伫咧。佮到伫帖撒罗撒迦利亚书的第3章第10节，伫遐佮讲，当迄日，恁逐人要请厝边来到葡萄树下，甲无花果树下。所以伫遐讲起啦，恁逐人要联谊，毋是请来即客厅，是请来即个树骹的所在，咱三角伫个所在来交谈来联谊伫咧。咱代表的是一个无花果树下面是安然徛起，佫是一个真甜蜜的种团契的种象征伫咧。主人来看无，嘛敢若亲像失去即个安然的生活，甲一个真水的种团契关系伫咧。到伫列王记下卷第20章的第7节所在，即无花果树佫诚做一个医治疗的即种象征一个。伫迄个讲到希西家王，伊破病已经要死啊，伊就向上帝求讲，互我加活一个。上帝听伊的祈祷，派伊即个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去甲伊讲，上帝听见你的声，所以要互你佫活偌侪年落来。然后伊所破病迄个空口的时阵。以赛亚就用即个无花果做饼，伫迄个所在甲搭起哩，伊的病就好去啊。伫即个所在，毋是要讲无花果有医疗的即种功效伫咧，伊只不过是一个象征。所以上帝照着先知用即个无花果的即个饼，伫迄个做医治咧。当然即嘛看袂到即个无花果，就哪参像咧讲已经失去治疗医治的即种福气伫咧。这是互咱看见无花果树，伊应该有伊的功效伫咧。伊所代表伊来咱生出即个果子的时阵，伊哪代表的就是即个充满了美好的即种日子伫咧，也是一个安然徛起的象征伫咧，嘛是一个真美好团契的即种象征，也是一个医治的即种象征伫。但是今日圣经就甲咱讲，主人连续3年去看，拢看无。所以咱看见即个主人伊的反应是啥？伊失望。伊对即丛树已经失望啊！伊看无应该即丛树应该有诶，会生出来是啥？所以咱看伫即圣经在讲，3年来伊拢看到伫即丛树人拢看无即个果子，代表是讲即丛树安怎？即3年中间，人甲压肥，人甲压水，人甲松土，伊拢吸收，结果安怎？无发出来。干那所以才写讲安怎？干那伫迄个所在摕。却无伫迄个所在来发出来，所以伊就是讲见袂着应该有的即种表现伫咧。所以主人讲安怎，甲伊撤掉，毋通互伊白白定所在伫咧。因为佫留伫世间已经无路用啊，
即丛树啊，佫留咧无效，因为无花果树就是爱生果子啊，果子袂生咩安怎？安尼甲错掉去，伫地面上已经失去伊活的意义。要甲咱讲是啥物？假使咱若是即丛无花果树的时阵，咱毋知要想过，咱有结出即个果子啊无？咱是结出啥物款的果子？咱毋知活出咱伫即个世界的即个命定无？上帝创造咱每一人拢无共款，每一个人无世间无一个人完全共款，所以逐人拢有特别的目的伫咧。咱毋知影即个目的是啥物？咱有甲活出来啊无？无花果树就是爱生无花果出来啊，但是伊无生无花果，安尼即丛留咧要创啥物？上帝创造你是要来验证上帝有你伫甲你有来往遮个人伫咧。你若袂当安尼时，安尼留了有啥物意义？主人对即丛未生出无花果、未生出果子的即个无花果树，伊伫迄个所在失望。伊讲甲吵起来，毋当互伊白白紧所在伫咧。这互咱一个真大的提醒伫咧。伫一个新的年要开始的时阵，主人来看咱过去即个年时日，咱到底有生出果子无？啊，是咱果子有达到即个标准无？若无的时阵，主人要甲咱讲倒即种话，咱来去思考着即个问题。但是咱诚侪基督徒，咱有真侪稳定伫咱的心上，咱参像即个过远的人，伊伫迄个所在向主人伫遐来求情，伊伫迄个所在讲几句话，咱要三角来看着。即个过远的人是啥物人？即过远就是咱伫主内咱的兄弟姊妹。咱常常咧为着咱带倒的人，常常咧为着咱关心的人，常常咧帮助咱的人，啊是就是教会嘛是其中参与即个管远的共款。伊伫迄个所在，甲即主人求啥物？讲今年佫留咧吧。伊伫迄个所在讲，主啊，今年请佫用阮伊，佫留一个，免啊，佫一摆即个机会，代表讲佫有一摆的机会会当做。第二，伊则讲。伫迄所在，我要听候我四位来掘松来应赔，表示讲我有真侪方式，不管是要土甲骨头较松咧，还是我来压肥，甚至无定还佫家己等等遮个，我尽我的努力，毋茫来看伊会当结果子无？所以咱用佫一个角度来看人家啦，咱伫迄个所在有一个机会，然后咱有侪会造就伫咧，为着要有即丛无花果就会当结果子出来。第三，再来看即个结果。这结果讲，若无后来若无结果子就，若结果子就好；若无你才甲伊吵起来。若无就要甲吵起来。所以甲咱讲，第一个讲，明年佫留咧，互咱机会无毋对，但即个机会安那嘛有时间性啊。到明年若无诶时，就要甲吵掉去。咱的生命中啊，咱真侪最无好的所在，主怜悯咱，一直原谅咱，一直互咱机会佫一摆。但是即个机会嘛是有停止的时阵。主若佫来时，就是迄个时间要停止。有恩典满满伫咱的心上，常常互咱会当佫一摆有即个机会，有机会，但即个机会会停止伫咧。所以咱着爱伫即个时间内底时，咱来紧紧的要来结即个果子起来。所以伫新的一年的时阵，咱要来思考上，咱为着要来结较侪即个果子的时，咱需要信心，为着咱来压即个送即个土，到底要压安怎的土，压开诚侪做即款的土伫咧，然后咱要来压到即种的肥伫咧。咱所看见的是有主人，啊嘛有即个管远的人。但是过来出呢，就是即个无花果树，伊应该尽的责任。伊伫迄个所在要吸收无？你若是心内你有足侪即种足侪捆绑伫咧，你免会当领受即个稳定伫你的心中。你若有真侪即个捆绑，你无办法原谅人，你拢有一种苦毒伫咧。什么人捌安怎？伫2021年，什么人讲一句话安怎伤害着我？什么人安怎对我无好？什么？你想的拢是遮个物件是，你永远抵袂着迄个影响到伫你的内面。所以直接讲，咱毋知有啥物物件爱得着讨放，咱毋知有啥物件这无好物件要来交托耶稣无？然后你有一寡罪有来认无？
圣经甲咱讲，上帝即个手把毋是无力，毋是底无力，啊嘛毋是讲耳孔沉听无，是因为咱的罪，互伊隔断甲上帝关系哩。但伫新的年中间的时阵，才即个甲即个土骨头松，然后佫有即个硬背落来的时阵，会当吸收啊，袂当吸收。咱的关系非常的大伫咧。你毋知有得到头房啊无？你毋知有要交托无？你毋知有认罪啊无？然后你毋知有甲即个真侪即种机会会当来受教无？会当搁较认捌上帝，性命会当得到搁较精神的即种课程，咱要来参与伫咧。但咱伫旧年为11月开始的时，咱就开始一直伫遐来提醒讲，咱伫今年开始的时，要用即本每日研经释义呢，诚做咱咧读圣经中间的帮站。咱古长来，咱拢用新眼光伫遐咧看。新眼光写的角色是，我本身就是我咧读的人读者。我读这个圣经读了以后，我就甲我的感受写了。所以新眼光中间，你若咧看的时，毋代写你会赞成，毋代写你袂赞成。伊个作者所写，因为伊是用伊的角度咧看，每一个人角度无一定共款。咱会当咱同意伊所写，咱就感谢主；那袂当同意，咱嘛有咱家己的看法。咱每日研经释义无共款，伊的作者的即个内底咧用的方式是讲对一个圣经的作者的立场，伫即个所在咧解说，互咱会当更较明白圣经真正的意义是啥。当然，咱嘛毋知影讲啊，说圣经是几千年以前，敢有影是伊的即个意思伫咧。咱无一定能完全明白，但是经过世界遮尔侪学者，因伫遐咧研究了时，因写出来大部分拢无啥无离谱伫咧。那安尼即个角度来看时，即圣经会即个当诚做咱真大的帮助。咱嘛知真侪人圣经从来毋捌读过，为头到尾读过一遍。即本用一卷一卷安尼一直在读的时，5年内底会当将圣经读一遍。你若无按算讲1年要甲读煞，无按算2年，无按算3年，你会使用5年甲圣经读煞，佫会当明白内底意义是啥物。所以感觉这真有意义的，所以伫即所在为今年开始就推动，毋望咱逐人拢会当加一本每日研经释义，会当对圣经、对上帝话更较了解。咱头拄仔礼拜前伫1楼，咱已经有看见，前咱也登记的人伫下骹，你今仔日来开始来交钱，会当领一个。假使你若无登记的人，你若阁想要买的时，咱有加一寡伫咧，你会使伫迄个所在马上，因为今仔日是第一天，第一篇开始爱看起啊。咱伫新的年开始，然后咱阁用即个要诚做咱祈祷会结连做伙。咱今年开始的祈祷会改变，要用即本，然后咱用有几个小组长伫遐来带，对圣经上帝话语了解以后，然后咱下伫祈祷中间。你的领受绝对无共款，毋茫经过这1年了后时，咱就通看见迄个效果完全无共款。这就是教会伫遐咧呐，咧压伤即个土伫咧，骨伤，然后搁呐伫遐硬肥伫咧，这就是一个肥料要互咱，咱有愿意要去接受这个肥料，咱有愿意受这个互压伤伫咧无？若无时，你就是原来迄种无法可求，你就无办法伫迄个所在来结这个规矩伫咧。咱看见即个管远的，咱的即个亲人朋友，咱的属灵伙伴咧鼓励咱，啊去上什么课，啊教会有什么事，咱来参与，啊来聚会认真来参与，咱有安尼来接受无？教会来鼓励现在参与讲，有这研经释义、祈祷会，哇，诚对咱的性命有帮助，咱要来参与。咱来参与的时，才有可能即要来结即个果子出来。所以咱看起的是即个。管远的人，伊的即个建议伫咧，所以对今仔即个圣经在中间是，咱有几个结论会当甲即个问题会当来思考。头一个就是讲，无话可求，毋若代表是咱一个人啊，甚至伊嘛代表咱的国家甲咱的民族伫咧。你有感觉讲咱的国家是虾米互上帝来失望？最近要选举的时，咱定来看去选举的即个新闻看，咱的以后要做咱的总统人，拢是到庙内底去拜拜。因去向迄个毋是真正的神伫迄所在咧拜拜，伊是要引出咱国家的。我毋知你看了以后，你有啥物感受？你有想起讲，甲旧约中间遐个毋是尊主最大，毋是人耶和华上帝最上帝的国家无？咱啥物咱参照安尼？
那死的时阵，你应该感觉到讲，咱基督徒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。咱是毋是爱搁较尽力，互咱的国家，互咱这百姓，互咱都熟悉啦，会咱早一日咱来领受，来熟悉着来真正创造宇宙万物真正即个神，互咱的国家将对一个上帝所祝福的国家无。咱若是继续搁伫遐咧拜即个偶像的时阵，上帝变哪会当祝福伫咱的心情？咱毋着感觉到咱基督徒的责任非常的重大。咱每一人嘛是一丛的即个无花果树。过去一年中间，你毋知结偌侪果子。咱家己来思考，即个主人来看你的时阵，伊会当满意伫你即丛树的。伫即丛树应该结真侪果子伫咧，毋知有结果子也无。新的一年，咱来结偌侪果子来献互主。你毋知捌想过无？咱普通咧讲的即个果子，就是咱去传福音，最好的见证。因为咱得到利益，咱上帝也因为咱得到荣耀，毋知有安尼啊无？你愿意伫生命中间结出即个圣心的果子无？圣心的果子有9个即种现象伫咧，咱毋知记得啊袂？啊是连即圣心的9个果子，咱就已经袂记得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会记得啊袂？你若袂记得时，你变哪会当画出即个果子出来？毋通遮话常常着咱提醒着咱，主要所谓即个大使命，咱去传福音，咱有结出即个福音的果子啊无？咱毋知愿意对咱的喙内底每工讲出来是一种恶劣的果子啊无？你感觉你对上帝国的贡献是如何？你感觉上帝国有家人伫咧啊无？你感觉上帝有得到荣耀啊无？主要所伫即个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33节所在，伫遐伊讲。当无花果树枝软叶树枝软叶发的时，就知天到啊！安尼恁看拢总这事，就知已经近了，到门口啦。这所在主甲咱讲，伊的日子已经近啦，就是迄个主人要来看迄丛树啊。咱毋知发出什么果子，通奉献予即个主人啊？咱伫最近看见咱世界当着遮尔侪苦难中间，迄个哪参与圣经咧甲咱讲，世界的末日主耶稣要搁来日子已经到啊，已经咧近啊。遮尔侪无好情形伫遐发生的是主搁一摆审判要到伫咱中间的时阵，迄个日子已经近啊。咱毋知有发什么果子出来无？要即主人来看的时，伊会当接受啊无？无花果树也是一个团契即种象征伫咧。咱今年中间，咱毋知要邀请什么人到伫咱的无花果树来坐啊无？啊是咱要去到倒一个人无花果树伫迄所在来纳凉，伫遐来开讲来联谊啊无？咱毋知要甲什么人来建立较亲密的团契关系，要将即个甚至要将咱的迦南文化会当来显明出来。迦南文化毋是为了一年，毋是为了2011年，迄是用一段时间咱来努力的。你有即个真诚、感恩、给予。和睦创新，有常常伫你的脑海中无？迄有咱咧强调的部分，有咱咧伫迄所在爱伫迄所在对抗的部分。即无好物件摕掉，然后爱伫迄所在来强调，即个部分就是上帝所毋望的。当伫2012年新的开始的时阵，我用即个圣经在写，咱大家搁一摆来思考。主人到伫3年来一直看即个树啊，拢总无结果子，伊要甲错掉。但是过远的人讲，搁一摆，咱搁留一年看卖，咱伫遐来要送，甲应赔落去。明年看伊会当结果子袂？若有就好，无再来错掉。主人要来看咱的是2011年过去啊，咱毋知有即个作业伫咧，咱毋知有结果子伫咧无？若无主人讲，搁互你1年，不管互你几年，最后嘛是有结束的时阵。伫即中间，你毋知有怎吸收这，你会当去找即个机会吸收较侪即种肥料，即个会当诚侪咱成长，咱的性命成长的即种帮助啊无。毋通伫新的年拄啊开始的时阵，这是一个互咱的提醒，随时准备好，主人来的时阵会当看见咱的果子。愿上帝祝福伫每一个愿意伫伊为着伊。
为着咱的人命，伫遐来认真。伫新的年开始时，有这种新的这种决志伫咧，上帝要祝福伫咱的心中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进入到2020年是带了真大毋茫伫咧，因为主你要帮助阮。阮知伫2021年，阮有真侪无下伫主你心意，就哪参像阮今日所看即个圣经在共款，迄个无花果树竟然无结无花果出来。但是主你要拥护阮，你给阮搁一摆机会，互阮会当接受到这个应培伫阮的心上，接受到即个亚桑的即种空气伫阮每一个人生命中间。求主你帮助阮，阮人爱付出的代价，就是阮愿意来就近，阮愿意来吸收这营养的时，然后阮就会当结出迄个果子出来。伫2022年的时，求主你带领阮头前要行路站，互阮所行会当用光伫主你的名，会当对人有当得到利益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这时阵阮要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来个别阮的信仰。阮是上帝。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，施行审判甲拯救。伊的囝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。最远的上帝就是耶稣基督，对伊的受苦，定是伫假死，国外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。互咱甲上帝搁好，伊的神就是圣神，踮伫咱中间，赏赐快乐，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，直到主过来。阮是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，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。阮是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。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的，搁定军伫本地，认同所有的子民，防过疼甲受苦，来成做毋茫的记号。阮是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，做伫赦免，用虔诚、仁爱甲献身的生活。归应跟上帝，阮是上帝，互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、负责任，甲伊三甲管理世界。对安尼，人有社会、政治、甲经济制度，也有文艺、科学，阁有追求精神的心，总是人有做误用这个文数。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，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以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逃犯，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，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互世界成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甲欢喜。